飲食、訓練、睡眠、壓力呢4個就係你重塑男性荷爾蒙、重奪肉身聖殿主權嘅4大支柱。你可能會覺得哇好撚煩啊，好撚多嘢記呢條片。冇錯，變強從來都唔係一件容易嘅事，佢係需要你付出極致嘅紀律同埋覺醒覺知嘅。但係你得到嘅回報係啲乜嘢啊？就係你得到嘅唔單止係一個更加強壯、更加好睇嘅身體身形，你得到嘅係一個更加清晰、更加專注、更加 smart 嘅頭腦，你得到嘅係一個更加穩定、更加堅忍不拔嘅情緒核心，你得到嘅係一股源源不絕嘅動力去追求你嘅目標，去征服你嘅女人同埋世界。你得到嘅係一份由內到外無止境散發出嚟、不可動搖、建基於真實能力嘅自信。你得到嘅係一個君王應有嘅生理狀態，而呢一個狀態就係你覺醒、燃燒、征服所有嘢嘅基礎。